都即係劉曉波咁嘅遭遇咧，就講乜都冇用嘅啦，係嘛？揀都要揀個聖誕節嚟搞你，一判11年。最撲街嘅個叫梁美芬，係嘛？接受電台訪問，佢話因為你啲外國人説三道四，所以先至判咁重，係嘛？咁跟住就即係又話呢個好複雜，有啲外國勢力喺度，有冇良心嘅大佬？所以今日練乙錚寫篇嘢咪鬧佢咯，讚佢啊，讚佢，高度讚揚佢，即係真係賤到無倫。呢啲人點解會咁賤？喂，教法律嘅人真係都可以咁樣無法無天啊！嚇，喂，大佬，外國人説三道四係判重啲，咁法治喺邊度啊？有冇搞錯啊？即係我哋下一次要問梁美芬㗎立法會。你讀咩法律教咩法律啊？即係你話俾人聽中國冇法治係咪咁解先？即係你話俾人聽中國係不講法治嘅，係嘛？共產黨應該捉梁美芬去槍斃。我話俾你聽，如果劉曉波值得坐11年監，你梁美芬就應該一槍打瓜你俾共產黨。你話中國冇法治啊嘛？係嘛？係喎，其實佢侮辱緊共產黨，侮辱緊共產黨啊嘛！佢侮辱緊我哋。你話因為啲外國人説三道四，所以佢就判重啲，咁咪即係冇法治啦。如果外國人唔説三道四，就判輕啲啦。啊，個量刑係根據外國人嘅。中央領導人都受外國勢力影響。係啦。哇，覺得我哋中央領導人係咁渣嘅。中央領導人俾外國人入咗判決，係咪啊？幾大鑊啊！你梁美芬第一係侮辱國家領導人，第二你係侮辱中央政府。第三你就話中國政府唔講法治，你自己係教法律嘅，咁你嗰個態度係咩咧？你係反中，下次見到佢一定同佢講，你梁美芬反中亂講。啊，即係同呢個民主派有啲似喎。係啊，真係似。你話中國冇法治，因為外國人説三道四，所以劉曉波要判重啲，咁即係量刑就唔係根據呢個法律嘅，係咪？即係咁奇怪嘅。即係啲咩人嚟嘅？你大佬，你讀過書咩？呢種人，你讀屎片㗎，係嘛？呢啲女人咪讀屎片嘅咧？中聯辦都好大責任喎，中聯辦食屎屙飯嘅呢啲人，係咪啊？冇良心嘅，良心即係良心去咗邊咧？俾狗咬咗，咁都噏得出？喂，大家作為知識分子，你應該物傷其類，你唔係。你唔講就冇人話你啞噶啦，啱唔啱啊？八婆真係係嘛？唔講就冇人話你啞，邊有法治觀念㗎？教法律係嘛？真係，即係我真係睇完，我真係好好笑。今日練乙錚特登潤佢，知唔知醜嘅面皮尺幾厚係嘛？攞個19000票，靠3個會，一個教會，一個工會，一個工聯會，另外就黑社會。呢個中聯辦推薦係人都知㗎啦，係咪先？選舉期間，所有啲黑社會堂口都要去中聯辦，係咪九龍工作部主持係嘛？叫晒啲阿頭去，全部啲票去投俾梁美芬，係咪？離晒大譜嘅真係，係咪？下一屆應該真係叫佢翻屋企瞓覺。有個網友話：毓民梁美芬係泄露國家機密啦，幾心水清啲網友。泄露國家機密啦，呢個真係。讀咁多書嘅高分低能啊！真係呢啲有嘢不學無術啦，係嘛？即係唔係你即係一個讀書人咧，一個知識分子，佢讀過書嘅人。唔係，但係因為你睇翻知識同埋理性。但你睇翻嗰個問題就係，喂，你中聯辦揀呢啲咁嘅人係嘛？呢個係中聯辦經過咁多年喺地區上喺全港咁多個所謂親中嘅精英陣營裏面啊，真係挑選出嚟嘅喎，然之後扶植。跟住就差唔多簽晒呢個賣身契咁滯啊！全力推薦支持人，即係有冇良知嘅真係？佢良心喺邊度真係？仲話係基督徒添。